后来乡亲啊，有关这个流感的预防下，疾管署讲会搁买10万剂公费的疫苗，但是这10万剂也是旧款的4价的疫苗，都有医师担心，恐惊这个保护力会来拍折。另外，美国即摆拢已经咧做上新的3价的疫苗，咱国内都要等到10月才做会到。甲这个国际比起来，疾管署的动作是毋是慢半拍呢？疾管署批回讲，一切拢是遵照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。排队排到落落长，过年了后，国内流感疫苗是买自动自无，疾管署就紧急来买10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，按算20号开始注射。不过这旧的4价疫苗，互医生烦恼保护力可能会拍折。应该产生抗体的那3型的抗体会低一点，因为你的免疫系统要去产生第4型的抗体。它的能力有点被分散，比如说叫你本来是考3科都可以考100分的，现在叫你考4科，就每一科都考95分。旧的4价疫苗会当应对 H1N1、H3N2， 还有 B 型的双型株、维多利亚株，拢总4款的流感病毒。不过新冠了后 ，B 型的双型株会采讲是拢无啊。WHO 就建议会当为4价疫苗内底汰掉，有机会互保护力更较好。参照美国即马就是做3价疫苗，疫苗就不是100%，那再被打折下去就是。更不好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，不要因为已经不存在的病毒株，然后我们使其他的保护力降低。疾管署讲，今年秋冬的流感就会采购上新的3价流感疫苗，其中5间的公费疫苗厂商有4间都已经摕到许可证嘛，会赴供货。不过，还要等到10月，互人质疑讲，甲国际来比，敢是有较慢。中央嘛进一步来背回。世界卫生组织呢，他们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，之后呢，那个流感疫苗呢，可以逐渐的改为3价的一个疫苗。疫苗株的那个还没有公布，要等到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苗株以后，我们才会去买。无论是3价也是4价，医生拢提醒，流感疫苗的保护力大约是4到6个月。最近若是有注射，秋冬嘛是建议搁做，才会当有效来对抗后一波的疫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